台湾今日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，连续6日无新的确诊。现时国内确诊病例还是维持到440例，已经连续30几日都无本土病例的。国内的观光旅游业现在疫情有下滑呢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现时规划23日底到6月初头一团的防疫旅游彩线团就会出发，现时是要用3亿元来做亚界团的规划。江议院筹备宣布，县政府机关学校师生同教职员唔会强制规定要戴遮眼镜。台北市讲，市政机关现时无计咁嘅规划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係強調，戴遮眼鏡係台灣防疫會成功嘅關鍵。對於目睹要戴遮眼鏡，現時也實措施還要有結晶。同美國柏強聽講有感染到武漢肺炎確診過後，總統全部下令所有嘅人入到市場辦公室都要戴遮眼鏡。另外有外國媒體就發現，當到柏強感染，加條戴嘅遮眼鏡都係台灣起嘅。台灣檢出遮眼鏡來聽國際疫情更嚴重嘅歐美國家，韓國俄國有關。俄羅斯確診人數增加到23萬人嘅，超過英國、西班牙同意大利。現時確診人數同全世界排第2，第一係美國。不過工廠同建築工人還係照等俄羅斯總統普京嘅指示開始復工。